刚才这段属于潮州的喜庆音乐，八仙贺寿，您是不是感觉到它充分的有这种地方性的味道？谈起潮州的喜庆音乐，就会让人想起潮州有名的大锣鼓跟小锣鼓。潮州的大锣鼓是以大锣鼓结合了吹管乐器的一种合奏形式，演奏的时候情绪饱满，变化多端，非常有气派。大锣鼓最初吸收了正子级的音乐，所以许多著名的乐曲都是戏曲的某一场景或者是短出的故事。但是另外一种潮州的小锣鼓呢，则是除了斗锣、曲锣和低音鼓之外，跟大锣鼓的表演形式是相同的。我想接下来就请朋友们欣赏一段潮州的小锣鼓曲，那是大吉大利。我们所听到的这段是潮州的吉庆锣鼓乐大吉大利，您是不是觉得也感受到一种大吉大利的这种感受呢？接下来我要为您继续介绍的是在广东的喜庆音乐。广东乐在19世纪的下半叶在广州是十分流行的，当时呢是以琵琶为主奏，次要的有筝、箫、三弦、野胡，直到了后来出现了二弦、提琴、三弦、乐琴和横箫等等叫五架头。这种五架头俗称是硬弓形式。到了民国15年之后呢，改了以二胡、琴琴